乡亲啊，回头过来看世界棒球经典赛，昨暝是中华队甲巴拿马咧车拼，现场来2万个球迷来看比赛。鸿海集团的创办人郭台铭甲伊的太太是带着国中甲国小棒球队的队员，做伙为中华队来加油。南投中兴国中的教练讲，这中华队的队员拢是这个小队员的偶像偶像，听到讲会当去看经典赛，大家是拢痛到唔好讲。双手立卡拢无停，棒球队员大声地话为中华队加油，甲因做伙要有这位大人物。手举国旗，鸿海集团创办人郭台铭甲伊的太太出现伫经典赛，为伫因2个人边啊，还佫有南投中兴高中甲云林文昌国小的棒球队的队员。这2、3天他们都是很兴奋啊，因为里面经典赛的选手几乎都是他们的目标，他们的偶像啊。很开心啊，因为往年都没有看过这种比赛啊，第一次看。虽然伫暗时，这小小的队员同款拍拼伫练习，对着棒球热爱无分每日，是讲伫偏乡资源真有限。小朋友住的地方都是铁皮屋啦，那夏天很热，冬天很冷。南投县这个是棒球的沙漠，然后因为这样，我们每一次小学毕业之后，小朋友都会外流。南投中兴高中的棒球队，敢若去年就摕过7摆的冠军，不过面临着资源无够的问题。针对这个代志，郭台铭伫面前嘛讲，要带囡仔一日观众席做看国内上赞的运动员代表国家出战，希望有一天换因徛伫遐，互世界拢看到。往南行，同款有棒球梦的，还佫有因。云林国小棒球队队员为做一连互相的加油，其中穿30号球衫的，这个就是郭台铭，伊要提供专团的经费，互因去日本比赛，时时刻刻的拍拼，就是希望家己会使有一天伫国际上的比赛为国争光。嗨，我是庄宇杰，想要看到更多的新闻内容吗？赶快订阅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并且开启小铃铛，跟着宇杰一起看新闻吧。